世界万代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土啊。观众朋友，年底选举要3个月，今仔日的法典未输，即马就开始滚假哦。台大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今仔顶部开记者会，宣布审查结果是林志坚论文超易正宏建议撤销林志坚硕士学位。即前代差个月，咱咧讲内底有学术有政治的美角，但学术的结果政治的冲击是安怎咧？嘛个内湖塞车的问题，现任市长郭文德讲无救，参选人陈时中讲换人来救，伊个毋是干那讲咧，真正有提出部署，说地使现任市长真不满。今日和陈时中无知识这番话嘛讲出来，未输是郭文德家己甲陈时中咧选。今日发展会使讲是新式、刺激佮趣味。台大这两本论文，台北内湖这搭有的交通，咱今日分别来讨论。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政治所邱兆雄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吴建中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林志坚市长今日有开记者会，回应这个台大伦理审查委员会讲法，咱即摆来看。论文硕士的资格这一个事情召开了记者会那我也特别借由这样的一个记者会做一个声明我觉得我非常的无辜我实在是一个受害者我的指导老师2015年的时候跟我要了我自己选举的时候的这个内部资料这个6次的民调资料，那老师自己先做了一个期刊的发表，说明里面去强调说。因为于先毕业，我后毕业，于先把论文交出来，我后交，所以我就抄袭他。我觉得这样子的指控对我来说伤害太大。如果当时陈明通跟我要这民调资料，我不答应，我不提供，今天我们都不会坐在这里，也没有这些事了。哪来的抄袭？我觉得我是喝心口驴精。好，观众朋友，林志坚的讲法是安尼伊将论文提供给伊的老师陈明通，陈明通佫交给易正宏，伊甲陈明通的 email 的这个通讯的资料有交给台大的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总是因林志坚的讲法是因无用而且伊进前有。请律师寄批叫台大公要去参加这个伦理审查委员会，这是林志坚的讲法。另外一边是易正宏伊叫伊的这个委任律师讲伊针对网络面顶可能有诽谤这款的行为，可能要来提告。另外参考台大的说明嘛要来告林志坚。那是林志坚去教育部提出这个行政的这个抗议伊嘛会用这个利害关系人的身份来参与这是林志坚甲易正宏的讲法。咱即马来看台大记者会。台大一定坚持学术伦理与诚信的标准，维护近百年的学术名誉。再次强调，学校会坚守学术伦理标准。台大校长关仲敏希望各界尊重台大专业判断。社会大众要信任台大处理学术事务的能力，也尊重台大的专业判断。民进党同市长参选人林志坚，防指控学术论文涉及抄袭。台大组成审定委员会审议，初稿早起就公布结果，林志坚涉嫌抄袭。林生的论文实际上根本几乎没有处理或分析所谓的杠杆者效应。余生、林生的论文的研究对象、分析架构、目录结构、图表图示、中文摘要、第1章、第3章、第4章结论之前言第1节都有高度的文字的相似性，构成抄袭。学校说明，林志坚甲吴正宏的论文为摘要、甲内文、甲整体结构存在高度的相他性，佫无符合学术伦理要求。而参考当事人的书面甲现场说明，佫厘清事实。充分讨论了后，决议吴正宏无抄，
你是林志坚抄的，而且情节严重。教务处依据审定会的建议，撤销林志坚的硕士学位。经过充分的分析与讨论，最后议决，余生并无抄袭，而是林生抄袭余生的硕士论文，且根据本校的博硕士学位论文违反学术伦理，核定撤销林生的硕士论文。在林志坚爆发论文抄的争议了后，台大学校真侪摆接到检举，改组成审定委员会。上新的结果出来，未来学校会强化学术伦理的宣导甲教育，避免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另外，论文案丰富，后续会对选战产生什么款的影响，也有待时间观察。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学术伦理审查委员会今仔日开记者会，主要是讲这几项代志。头一项是台大接到检举因就根据规定召开这个伦理审查委员会。另外，这个委员会伊发现到余正宏甲林志坚的论文有侪所在有真相像因用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讲余正宏的论文发表较早。林志坚较晚根据这个原则来确定讲林志坚的论文抄余正宏的，咱来请教邱教授就是这个所在台大甲林志坚的讲法，甲蓝明通的讲法是完全无共款，会使讲是倒并咱应该安怎来看呢？这我讲实在话啦伊后壁因一个老师两个学生到底这资料是啥物人的？是伊的咧写的是伊的论点是啥物人的？我讲实在，因三个才知影尔。因为安怎讲呢？看起来因三个是一组的，来做做这个题目啦。三个人安一组落去做，做了后发表的时阵，一个第一年发表，另外一个第二年发表。是我头拄讲的，因为咱一般无法度判断来讲，啥物人抄啥物人的。既然是安尼，足自然呢，一定是头前迄个，伊变做是先写出来嘛，先提出来嘛。你后壁这个要提同一个题目会使袂？会使。但是你一定爱注明，讲头前迄个伊安怎讲。我若准讲甲伊讲的完全拢同款。我请问第二个是要安怎？要你提这个论文的目的是啥物？你安尼了解我意思无？你后壁要做同一个题目，一定是后壁这个人后壁发表这个比头前迄个讲你头前讲的迄个研究倒一点你无讲清楚。我甲你印出来，应用出来，然后我后壁我再来甲你补充，是我甲你推翻。这阮叫做学术论文嘛。对。所以讲一定是头前迄个，伊第一个发表的，以伊的为准。你第二个一定爱注明。即摆看起来，我是要看着论文的本身啦伊可能连注明都无甲注明。我看新闻的报道讲，拢无注明，无注明讲是余正宏伊的论文是安那。因为可能是林志坚就是头参像伊讲的，伊认为讲这我的甲你无关系但是伊先发表这代志一定有一个有先来后到嘛。你后壁这个一定爱对头前迄个你有交代嘛。即摆后壁这个无交代，所以伫阮咧做审查学术审查的时阵，自然就是这个结果，后壁抄头前，因为无可能头前的抄后壁的。迄完全无可能嘛。不过即摆就是讲，学术审查伦理委员会因这个时间点是发表的时间点。林志坚甲伊的老师所讲的是，啥物人先写，林志坚主张伊先写。迄无准，论文一定是以发表为准嘛。有的人论文写可能无发表伊3年后才发表。这拢有可能的。论文的发表一定是有。以你的册来讲是出版的时间嘛，以论文来讲就是你论文发表的时间嘛，所以一定是以迄个时间为准。
这个代就是安尼。老师，你的意思是讲，若是根据这个学术的规定来讲，遵照林志坚甲伊甲陈明通老师因的通信的资料，寄互审查委员会讲这证明我姓夏，伊有缘袂当来用。无法度，你一定爱现场说明啦，因为伊会有一个问答嘛，是，对不？你寄来互我家己看，我有问题，我要安尼问你。是，这咱法庭内底嘛是安尼啊。你袂使缺席审判呐。是。对不？伊这就是缺席啊。是。缺席啊！即摆我一定以我即摆手头有的资料来做判断嘛。判断的结果就是今仔日公布的结果嘛。吴老师。Q 老师拄则讲着讲，你着爱出席迄个审查会去甲人说明吼。今仔台记者会讲，因有邀请林志坚3摆，邀请陈明通3摆，易正宏2摆吼，干那易正宏有去出席吼。针对这个问题，林志坚讲伊昨有寄批互台讲要去出席吼，这个问题是安怎样？安尼？是我想吼，当然咱咧看这个论文的情形，其实咱爱知影一件代志吼，就是还个。Q 老师嘛有讲到，所有的代志一定有原告甲被告。是。原告甲被告，咱就爱看到林志坚指控伊抄袭别人的论文。是。伊是被告嘛，被告伊一定爱有提出说明。吼，所以咱看到代有邀请，不管是迄款林志坚，还是陈明通，还是。易正宏吼来提供这个说明，咱讲的是讲规个决定的规定内底吼，这一定是有原告甲被告。但是咱伫台这款伊个讲法内底吼，到底吼，咱我听主持人嘛有讲到哦，林志坚讲伊要去出席来做这个说明，咱爱知影头一个物件，咱在做所有的工作内底，定数正义一定是足重要。什么意思？就是讲，譬如讲，台接到这个指控了后，一定通知当事人，吼，爱来去做一个说明，不管是侧面的，还是当场来做这个说明。你爱伫什么时阵来到这个所在来做这个说明？我相信这台一定爱有这个。伊个提出这个侧面的这个部分，无你像阮即摆伫咧学校啊，你譬如讲，我交一个资料吼，譬如讲，咱有一个开会通知单，即摆有几6种定数嘛吼，我 email 寄互你，还是我派人交互你，还是双挂号交互你，这是一定是咱爱问的一个过程。你这个邀请，你有来甲当事人的手头哦。这有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讲，那出现讲即摆有一个情形，就是讲，台今日提出这个建议，要撤销伊的论文的迄款说明，结果林志坚是伫明仔较要去台来进行说明，伊是要甲送说明，伊要说明互送听，所以这源头就变做一个台是伊通知这个人，当时爱来，什么时阵爱来，是侧面呢，还是现场你爱来提供说明的这个部分，我相信。咱今日伫两方的这个讲法内底，咱拢个无听到这题哦。老师，你的意思是讲，若是这个说明这件代志吼，有书面的说明，嘛有出席的说明，敢是安尼？因为咱我看到伫戏剧内底，咱有看到邀请林星3届，邀请陈明通3届，邀请易正宏2届。那邀请的这个部分内底，因为我相信吼，因无可能用迄款当事人去对质这种方式，一定是个别邀请。那个别邀请的时阵，到底是你譬如讲譬如讲我今日邀请吴建中来这个现场来上节目，4点进前爱到，爱化妆，爱创啥？但是你吴建中教授伊个5点较来，咱节目就结束啊。咱做这个比喻就知影。但是林志坚会讲，伊明仔载要去做一个说明。这我相信台嘛要提出来讲，这伊到底是安怎通知的？你譬如讲，你寄去阮兜。这寄去阮兜内底，到底有接到这个通知无？这个部分是安怎去诉讼？我讲的是讲，咱讲吼，对台来讲，这条绝对足大条但是要处理到会当圆满，互全世界、全台湾的所有民众，拢会当听会落、想会落去，这是足重要的部分。所以咱去看是讲，要处理较有路的这个部分，尤其是吼，咱看到是讲，今日台向开这个记者会，讲要来。做这个建议，这是头一个部分吼。我讲的是讲，到底吼要求林志坚、陈明通、易正宏去说明，这个几个部分到底伊是用什么规定内底去通知伊、去要求伊，
爱来唔来，这头一个。是。第二个，咱嘛爱知影哦，台做成这个建议了后，伊爱送教育部，送完教育部了，教育部会讲会使，袂使。啊，会使袂使了，伊当然嘛是去通知董事长。是。通知完了，董事长若感觉不服，我会当去上诉。哦。提出伊的行政定数的迄款上诉。意思讲林立坚毋是讲即马就已经输啊，就对。毋是讲输甲毋输的即个部分，我是讲即个过程还未行完。伫还未行完的时阵，台即摆开即个记者会，下方感觉讲你是毋是为着啥物政治顶头操作？因为对即摆台湾人来讲，大家咧关心啥物问题？关心中共伫咱台湾外海拄啊去军演的即个问题。啊，咱咧关心啥物问题？内湖的个交通，太较容易变过去。是。啊，是即摆代雄伫即个时阵出即个部分，啊，这当然是足侪人会去关心，会去好奇，这会去影响到后壁选举无？所以即个怀疑的部分。是。邱老师，拄则讲到这个出席的问题，吼，林志坚讲伊有寄批互台讲要出席，不过事实上伊进前受到邀请的时阵，伊甲伊的这个律师有讲，因为这个调职人吼苏宏达教授吼，对伊可能有小可较就是无公平啦，因为伊伫这个 email 内底讲，已经讲是丑闻啦吼，啊，伊因为安尼无爱出席，不过即马伊讲要出席啊。不过，苏宏达教授游玩伫迄个审查会内底，即款的问题，咱应该安怎看？奈安尼？这是咧，不要咱讲，这是得水果的代志啦。咱讲实在话啦，哦，伊就一般的行定数来讲，就是头拄我吴教授咧讲的吼。是。我有通知你，啊，我的通知有送达无？哦。啊，我的通知内底有甲你讲清楚无？是。哦，讲你什么时阵爱来报道，或是你什么时阵请你来做说明，哦，这内底一定爱讲清楚。若准讲，哦，即摆伊的通知无送达，送达是法律名词哦。哦。哦，我若准有送达，啊，你嘛有收到，哦，你到时无来，啊，你即摆甲我讲我迄天无闲，啊，我换一天。啊嘛是会使啊，对，时间还未到正前，你一定爱甲委员会讲嘛，讲啊，你歹势吼，你甲我讲迄天哦，我拄好有代志，尤其即摆咧选举，足无闲诶，对无？哦，啊，咱换一个时间会使袂？啊，毋过即摆问题是林志坚本地讲我无爱去呢。对啊，伊本来讲无要去啊，啊到尾啊，即摆听起来讲后壁啊，讲要要去啦。哦。伊今日记者会是讲伊明仔载要去，啊明仔载要去，到底是台通知伊的时间，即3届伊拢无去，还是讲伊认为后壁伊会当家己选择时间较去说明？不过，这个苏宏达教授游玩伫迄个审查会内底，这个客观的条件无改变。这是一个问题，咱等下再来讲。咱即马先来讲，伊的通知有送达无？哦。啊，是通知内底时间有甲你讲清楚无？哦，吼，若准拢讲清楚啊，啊到尾你讲你迄个时间我无闲，我要换一天，啊你也无甲委员会讲，啊歹势，因为伊甲你通知过啊，通知单也已经送达，安尼就歹势啊。迄代志过就是过啊，迄就敢若法庭咧开庭有无？哦，伊甲你讲停起有无？啊，迄内底传票内底拢甲你讲停起。哦，几月几号几点？所在伫倒位？伊拢有甲你讲。对。啊，你到时无到，你讲安尼我换一天才来，会使袂？迄无可能。不管是检察官也好，还是法官也好，伊无可能会甲你接受。伊这是共款的道理。好，第二个代志就是苏宏达适不适合做召集人的代志。是啦，伊有伫伊的毋知是 email 还是脸书吼。伊有讲，迄是丑闻啦，吼，迄看起来小可讲，伊已经有伊的固定的看法啦，吼。但是咱的法，伊的规定内底无讲伊安尼，伊的召集人会使做，袂使做。啊，代嘛，事先嘛甲讲过，迄无差。是，吼，照讲嘛是安尼落去行。是，你袂使讲我，就敢若法官的，好无？即摆即个案啦，就讲，比如讲我有一个案伫咧法院内底，啊，我看即个法官，啊，这个法官安尼袂使，我要申请法官回避，哦，啊，你一定有一个庭事爱去申请嘛。是。啊，即摆这毋是嘛？伊这是对新闻界讲嘛，讲伊安尼甲我讲吼，安尼伊无适合，你一定爱换，你无换就是无公平。哦。即款代志袂使安尼讲，吼。是。你若说要换，你就照定数来申请，讲。伊已经安怎，吼，啊，伊即摆无资格通好做，
啊，代伊会审定，因来审查嘛，来审定讲哦，安尼我接受你讲的，还是我无接受你讲的，哦，对无？啊，你袂使讲，我甲你讲，我认为你无够资格，啊，你就无够资格，安尼就变做你，咱讲你拉啦，讲拉比赛歹听啦吼，啊，但是小可有迄个味啦吼。是，所以这个代志我看吼，头拄跟吴教授来讲吼，咱的学位授予法，喏，17条第一款，是，第一项，第二款，就是今仔日代用的，伊的法律依据就是这，哦，学位授予法，哦，17条第一项第二款，是，啊，若准。后壁，若准伊会使这个申诉会使，是，迄就是爱行第二款，啊，第二项，用第二项的方式，17条第二项，是，17条第二项就是讲教育部会使主动，哦，教育部若准讲啊，恁代安尼做吼，可能不周延，是，即摆我叫你重审，若准我叫你重审，你无重审，而且你重审的结果，教育部无满意。教育部也是各地组织一个审定委员会，哦，再来审，是，哦，这是一条路。第二条路，迄个林志坚伊即摆会使做的，就是伊即摆去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哦，安尼也是会使。所以伊有救济的管道无？有救济方式。有，但是你的救济管道归救济管道，你袂使讲因为安尼，所以讲大今仔日公布无算，这安尼袂使。是，吴教授，咱看到林志坚阵营吼咧处理这个代志吼，根据邱教授拄则所讲的，看起来有小可无妥当的所在，就是因提出讲是我先写的，啊，伊较后壁写，不过送互学术伦理委员会吼，因就无法度根据这款的标准来看。另外讲松达教授吼无适合做这个。调职员吼，共款伦理审查委员会嘛无法度因为安尼要求，就来换人。事实上，这个论文的问题吼，7月就开始啊吼，到即马已经个外月吼，处理到今即马认定讲伊的论文是抄易正宏的。你感觉这规个过程吼，处理了安怎？是头一个吼，其实咱知影，即几档吼，吼，毋是以伊的学术伊个发表来出名。即几档内底，咱拢看到是遐个老师啊，还是教授啊，因伫咧外口的表现来出名。什么意思？你譬如讲，迄个苏宏达，伊毋是讲因为伊出足侪迄款 SSCI 论文，然后出名，毋是，伊是因为足侪争议的即个部分。所以咱爱看到讲头一个是讲，其实学术界也是校园内底，其实甲政治是无啥物制裁的。这较是足平静的校园，咱看到是讲，伫即个时间点顶头，甲因的即个操作的过程内底，其实咱来看到是讲，其实吼，即件展现着非常高的效率。为学校主持人讲的，为7月接到通知，然后8月就已经有初步的结果，然后再来报教育部。其实咱对照来看，足侪学校内底嘛是拢有即款定数的即个部分。那咱爱知影一个部分，就是讲民主国家内底，你若有迄款法律，就有救济。咱个知影讲，你的救济的定数有完整无？是。但是咱即摆看，咱即摆足侪人咧看，因为即摆选举期间嘛，伫即个时间点有即个新闻出来，有即个发言过出来，有即个新闻过出来的时阵，到底是要？会影响到选举无？这当然是足侪迄款看新闻的人会去想的问题。但是对学术界来讲，这个定数内底伊安尼行的过程，到底有定数上的迄款瑕疵无？因为咱要保障每一个人的迄款学术论文的迄款原创性。这个部分内底，不管是陈明通也好，还是林志坚也好，还是易正宏也好，伊拢爱去注意到这个部分。但是其他的人来审查这个部分，审查这个部分，我相信未来大家会搁提出来检视一届。什么叫检视一届？就是讲因在判的这个理由内底，送去教育部，若是教育部搁看，去看因这个理由内底，比如讲伊先写的，后壁写的。还是讲伊的原创性安怎？即几个教育部拢会一个去叫做检查，检查完了后，才会发出一个通知，讲你这个论文有继续无，还是向撤销无？所以咱讲即个定数还未完全结束。邱教授，
随上咱在场3个人吼，学术可能拢较捌，政治较毋捌。总是这件代志处理到大吼，会使讲学术有一个初步的结果啊吼，刷来都是可能是政治的这个动作吼。啊，你做一个选民，若是用一个选民的角度来看，你感觉这件代志处理到即马吼，即马有一个初步的结果，会安怎影响到选情？若是你做一个要投票的人来讲。我会记得讲，差不多3礼拜之前吧。哦，对，这个代志，打开始无偌久，我嘛是来这个节目，哦，嘛是甲我教授做伙，阮嘛咱咧讨论这条代志嘛吼。我迄阵就咧讲，伫学术上吼，我讲实在话，这条代志毋是遐歹处理。哦，建中嘛知影，哦，我咧厝内做所长的时阵，拄建中时，伊是我遐助教，阮两个做伙处理一条共款的代志，哦，我嘛是甲处理了啊，哦，嘛是照定数，照法律的规定，照定数落去处理，哦，所以我顶届就咧讲，若准讲照学术伦理，学术的伦理吼，咱来处理这条代志，无遐困难，嘛无遐复杂，所以即摆你看1个月就出来嘛，因为。我会记讲7月初的时阵，迄阵大在咧讲2个月内底一定互社会一个交代。结果1个月较加一时啊，哦，就出来啊嘛。哦，就是讲，对我头拄讲的，有影无遐复杂啊。哦，2个论文哦，比一个，哦，啊，什么人抄什么人，大家。差不多拢心内有数啦，老讲实在话，啊有抄无抄，迄个量是偌济。头拄主持你头前你咧介绍，是讲2本论文看起来有济有相像吼，济的相像，啊是偌济。哦，你毋知嘛？吼，咱即摆电脑内底有一寡迄个软体吼，这有。跟拢嘛真清楚，送入去吼，伊随甲你统计出来，伊连标点符号拢甲你算入去，拢算入去。哦，你看你是偌济是伊的重叠量是偌济，我即摆毋知啦，我毋知伊两本论文的相似量有偌济，我咧要袂加，可能会超过80%。你讲2本册、2本论文比起来讲80%拢是相共。啊，讲这2本论文拢无抄，你毋是甲天下的人拢得着狂啊，对无？所以讲我咧讲啦，若准讲咱用学术来处理这2本论文，足简单呢。是，吼，照程序行，差不多1个月、2个月，上加3个月，结果就出来。是，但是拄着政治吼，咱讲实在话，迄个有通落去交叉啦。是，这个政治的问题，咱可能都要另外一集来。迄就是另外一站的问题。你头拄咧问我讲，这对于选举有安尼有影响无？一定有嘛，就是讲，但是有偌大，这咱唔敢讲。是，哦，比如讲有两条代志，拢是甲林志坚有顶打的吼。第一个就是这条，第2条就是迄球场棒球场吼。是，哦，这2个我咧看，可能棒球场迄条哦，佫较大条。是，这条对一般的老百姓来讲。较无遐影响遐大啦。是，观众朋友，刷落来吼，咱要来讨论内湖交通的问题，咱先来看报道。最重要的堤顶这个地方，它就有一点阻塞，就好像我们这个血管有一些阻塞。点出内湖塞车的几个点，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林丹市长捧出要解决内湖的交通正见巨吧，佮话讲要开堤顶大道到塔悠路的地下连通道。地下连通道穿越基隆河，直接接到塔悠路。这条动脉一旦起来之后，那能够减低我们这个大直内湖到我们中山信义的一个压力。组长要当来完成捷运东宽线，是当透过增建高架地下道到新开堤顶到塔悠路的地下连通大动脉。但是中讲要用捷运建设、道路工程、企业合作3支箭做伙写，嘛算下瓜市府人来是用细针美容处理内湖交通。那这个其实台北市交通局多年前也都有评估过，那一样的还是牵涉到所谓到时候松基这个地方的存废，以及我们工程上面的技巧。我想市长8年做的是大刀阔斧，小针美容应该是民进党做的。市政地盘红笔卡为首，市长郭文哲嘛报呛声。东环段哦，现在那个审核还在行政院哦，一样要打高峰。
对市政不熟，还是不要乱讲话。各方火力组织来科交通，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周万安嘛，等取用时间、空间稳固的解封。虽然红讲是假乡对白，周万安嘛批评执政无应该是乱开价。台北市长之争，交通正做市民检视政策的第一步。记者陈李福凯台北采访报道。好，观众朋友，咱今麦来邀请逢甲大学智慧运输甲物流创新中心曾慧如副主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消基会交通委员会调责任李克聪教授。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吼，内湖这个交通的问题吼，咱看到透早8点半的时阵，这个红的线都是塞车的所在。这条堤顶大道迄个时阵拢咧塞车。这条柑仔色的是中山高吼，咱看到中山高甲堤顶大道咧直接这个所在要过基隆河的所在。逐工拢咧塞车，是安怎的原因呢？台湾新闻界整理一个资料吼，内湖科学园区吼，对2006年伫遮咧食头路时，人是8万人吼，发展到2019年超过10万人、16万人吼。随望咱讲内湖塞车的问题吼，已经经过3任的台北市长，实际上即马塞车的原因吼，可能甲较早是较无共吼。咱来请教钟老师吼，原因敢是安尼，还是讲你感觉内湖塞车即马地区塞车的因端是啥物咧？你看这条图共款嘛吼，你看塞车的所在拢是伫咧堤顶大道、伫咧高速公路，所以。因为本身高速公路甲堤顶大道伊就是一个比较快速的通道，所以车辆拢会希望去你这个路。好，第二个就是因为你嘛看到吼，内湖人生长较侪人嘛吼，所以本身伊就是吸伊就是吸了足侪人来这搭上班，所以人来上班，你搁塞遮侪车入来，就塞车。是安怎？伫咧台北市吼，咱拢讲台北的捷运系统足方便的嘛吼，是安咱无办法用捷运系统来甲内湖上班。上重要就是即摆文湖线伊本身的本身伊就是重运量的系统，所以伊无办法像咱一般重运量载较侪人。吼，所以伫咧忠孝甲南京这站的时阵，迄是一个瓶颈第一大。另外一个就是伊的路线其实较偏南边。好，先拢爱为南边搁起来，所以毋是搁做方便的。所以本身内湖的问题，就是因为当初咧做伊咧转型的时阵，其实互伊真大的开发量，所以开发量上大。第二个，伊的公共运输无做了无够，所以才造成今日塞车塞到这款的时候。你会看咱台湾所有的科学园区。拢塞车拢开紧，主要拢是科学园区内底，因为因大家拢塞车入来，而且迄阵在开发的时阵，因为遐个遐个企业因起遐大楼所在，拢提供足侪停车的空间，所以我迄时阵虽然讲我家规个内湖拢有做汽车停车费的收费，毋过呢，其实我也收袂到因拢停喺企业大楼内底。所以本身共款是就是伤侪车驶入内湖的所在，所以会讲比如讲咱咧上班啊、下班的时阵，就足塞的。是3个原因嘛，车伤侪，另外捷运的运量无够，过来是交通的这个路线的问题。是，李教授你安怎看？歹势哈，我的台语讲的无好哈，请大家莫见怪哈。我觉得交通问题大概从这个。手板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哈，我们大概有几个了。第一个就是当初的都市计划没有一个适当的交通规划，而且我们多年来一直没有及时去做一些调整，所以造成它的就业的人口不断的增加，就像刚刚那个图一样啊。可是呢，我们的交通的拥塞的程度就会越来越严重啊。然后呢，它主要有2个因素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大众运输，我们的内湖线是中运量系统。所以它的运能是不足的啊，没办法应付我们尖峰的需求，所以呢，运量没办法提升的话呢，那私人运具的使用量就会增加啊。那如果私人运具量使用增加的时候呢，我们道路的容量又是有限的，所以它就会造成严重的交通的塞车啊。然后呢，所以我们如果要看这样子的问题要做调整的话，大概只能用增加供给，或者是管理我们的需求，大概这2个方法哈。但是呢，我们都了解。其实主要的症结就是我们多年来每次在内湖区域里面，如果有任何的开发计划，我们的交通评估都没有要求那个开发的区域或社区或公司必须要配合我们的交通管理，
比如说它就必须要减少它的衍生的交通量，那这样就可以阻止我们交通量不断的增加。那我觉得，如果当初任何一个开发计划，我们有个严格的交通评估的审查，就要求它必须要交通减量，比如说它就必须要做大众运输，而且可能必须要共乘。用这种方式的话呢，让衍生的交通量能够比较有限的增加，这样的问题就不会那么明显。李教授讲到一个处理交通问题的时阵吼，你就爱增加这个供应量吼。咱来看郭文哲市长本地伊的做法，伊的中期的计划，都是在增加提供的量吼。伊拢甲这个道路吼甲分块，另外用这个交通标示这个管理吼，互这个车流较顺吼。不过，郭文哲市长伊家己嘛感觉可能效果有限吼。李教授，你感觉因端是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利用就是增加我们的道路容量的话，哈，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可能会使得开车的量会增多，就它反而会促使交通会增量。因为大家觉得开车开始没有那么塞车了，它就会使用私人运具的频率就会增加，所以我觉得关键可能在我们的大众运输了啊。大众运输如果我们的建设可以去把它比较快的去做一些发展，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文湖线，因为它是重运量嘛，所以它很多人搭车的时候呢，他可能可能要等到下部车甚至下部车，他才可以挤得上这个相关的列车，再加上我们目前捷运的两端的接驳。它没办法做得非常便利，所以造成他们搭乘我们的大众运输的意愿就不高。开车的量如果还是增加，如果道路建设又增加了我们更多的交通的量，它的问题可能会没办法解决，反而会更严重。不过李教授，你若讲到这种用增加捷运的运量的方式，根据陈市长参选人伊的这个政见吼，伊要伫8档来起这个捷运的东宽段吼。不过这个东宽段8档了后，才有可能完成呢，安尼唔就袂赴？对，我们现在的捷运建设要注意到一个问题哈，因为它的边际成本越来越贵，边际的效益越来越折减。所以它产生的成本效益，基本上我们要做比较完整的评估，而且现在它的工程的难度加上我们的成本都增加了，所以工期一定比我们预估的还要更长。那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台北市长候选人应该主要的焦点的政见哈，应该尽量放在第一任期可能会产生比较有效可行的方案，那就是应该以交通管理的方案为主。是，金老师。若讲像李教授安尼讲吼，要爱集中伫第一任期来完成吼，但是中参选人伊的这个政见内底有一寡可能会当伫第一任内底来完成，嘛是同款是增加这个道路的提供量的部分，伊是要互提顶大道甲中山高这个直接的所在吼，咱讲这个引导的部分吼，拢会当直接接去高速公路。伊伫这个中期的目标拢是安尼吼譬如讲宽东大道啦这个兴盛路啊，接中山高的时阵吼，较利便较顺安尼，你感觉敢有效？其实你看吼，咱台湾起路吼，应该拢无解决到迄塞车的问题啊吼。比如讲，咱去迄款的国三嘛吼，要解决国一的问题，毋过两条共款摊嘛吼。咱去国五要解决台桥问题，其实国五它比啥人更较严重嘛。所以你的路愈方便，伊就愈侪车来。所以其实即摆的高速公路应该是已经是真塞了。你头拄爱中途嘛共款嘛吼，高速公路其实伊嘛是咧塞。你搁甲大家拢搁甲接过去啊，就塞搁愈塞，所以你无办法解决这塞车的问题，所以你若塞车的问题，你若无办法解决，你来往嘛是共款啦，因为你若搁互愈侪车入来，你可能毋是干那塞车尔，你搁有停车的问题，所以对一个台北市来讲，其实阮迄阵啊在解决内湖问题的时阵呢，阮已经办一个公众参与，就是阮叫地方的居民、叫企业，大家来做伙讲，到底恁是爱什么的环境，恁感觉爱做什么代志来解决内湖的问题。所以其实迄阵啊，阮是有经过一个真完整的公众参与的过程，来做这个代志。所以我迄阵啊就甲政府爱做的代志，拢做了吼。讲头拄仔讲遮，比如讲吼，你遮短时遐分隔岛啊，是讲遐耗资的控制啊，比如讲款的文湖线要加班的代志。搁有另外一个就是
快速公车，就是阮比如讲为你会看种为基隆、为新北市，哦，本身也为台北市啊有一寡行高速公路的快速公车，这拢会当解决一下问题啦吼。啊，毋过你讲我会当拢总解决无？我无办法，因为上重要就是还阁是上侪人伫即搭要上班，所以另外一部分，阮阵嘛有讲出来，有一寡企业你爱做的代志，企业爱做代志，就像较像李老师讲的。企业爱做的代志，先稍等一下吼。我有一寡问题想要问，就是可能较无礼貌啦，总是。你迄阵做调查的时阵，内湖人因真正所爱的，你反映互高文德的市府，你拄则所讲的遮的措施，高市府拢已经咧做啊。毋过看起来犹原是效果无理想呢。啊，共款嘛，我讲看共款，因为你的根本的问题是你的公共运输无够好。哦，所以也是足侪人伊开车入来内湖所在，所以为什么即马的内湖就是北环线，隔文北环线嘛，就是为树林迄边经过自强隧道入来，迄个捷运北环线，好，为树林迄一面入来，好，另外一个就是东环线，即马在做规划部分。所以北边拍通，南边搁拍通，其实应该对当解决内湖的公共运输无够好的问题。其实台北市，我感觉台北市，伊有咱全世界应该有全世界上好的捷运系统。台北市也有全世界上好的 U-Bike 系统。我感觉台北市咱有办法用真好的这公共运输来互车辆减落来。好，你即马大家拢在讲2050净零排放啊。所以我感觉咱若中甲即个2050净零排放当作恁是国家的政策，所以咱所有的政策咧规划时阵，应该是为即个做一个目标去做规划。啊，毋过你若起路就是愈侪车，愈侪人要塞车，我感觉咱是无办法去符合即个2050净零排放的目标的。好，所以我感觉台北市伊有办法去减价。甲迄款的车辆减落来，只是讲大家拢讲，好，我这8年的时间要等捷运起好，这8年时间要安怎？对。所以我感觉讲8年的时间上重要，就是企业，我讲好，我政府爱做的代志我已经做了啊，好，长期爱做的代志我嘛咧做啊，好。你即马企业要做的代志，就像刚刚李老师咧讲的，恁企业，你敢会当用吼，即讲大家。卖塞迄坐车入来，互恁同事会当用共乘的方式，就讲吼恁2、3个人共一个坐一台车入来，吼，也是讲你敢会当吼企业本身，你莫讲哦，大家拢一定爱9点上班，你敢有当有诶8点半，有诶9点半、10点咧上班，甲这款的大家来上班的时间甲拖较平，安尼就较袂遐塞车。其实迄阵咱搁提一个讲，下早时候敢会当收入城的费用。会当互大家莫塞车入来，吼。其实即摆科技的时代，咱应该会当用足侪科技的方法，提供互民众搁较侪即款应该是公共的服务，互伊顶莫塞车吼。比如讲，刚头拄啊，像迄个高速公路的款的公车、快速公车，其实嘛会当像即摆台北通内底有咧做款的，就是长照的预约。长照预约嘛吼，那共款咱嘛是会当去做预约的公车。会当提供一寡即款短期啊，佫会当去应付的一寡公共运输的改善，来改善即个内湖的问题。啊，毋过我感觉吼，恁一个城市嘛是要靠有远见来看即个代志。是。其实就开路，我感觉即摆你要开遐侪钱去做遐捷运系统，佫要做基隆捷运，啊，着开个遐侪钱要做捷运系统，啊，佫你佫开始遐接遐路，其实。开路含起捷运，这2个其实2个是背离的，吼，这是2个方向无共款的。啊，咱伫做一个台北市民，我相信内湖人应该会选择一个，你会当车辆有减少，你也会当有较好的款的公共运输，吼，佮较快一寡公共场域的服务。我相信内湖人更希望安尼。是。李教授，2个问题吼，头一个问题是拄则前老师所讲的，这个企业的这个
因所爱做的这个代志吼，已经伫陈时中的政见内底，你感觉安怎做会搁较有路、较符合台北的需求？另外，就是金老师讲到这个快速公车，本地瓜市府嘛有在做，不过一直互人感觉可能有小寡问题，就是虽望有快速公车，不过无专用道，安尼这个公车拄好塌伫遐吼嘛，无法度叮当，安怎解决较好咧？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哦，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智慧交通管理方案，企业的合作哈。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哈，跟工作的时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给大家做参考哈。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大学它就是一个社区，它为了避免大家开车来学校，它就有一个交通管理社区化的方案，就是减少学生开车到学校。我后来到宾州的首府 Harrisburg 去工作的时候，是一个产业园区，它就透过每个公司，它去奖励。如果你共乘的话呢，我就给你补贴；如果你坐大众运输来上班的话，我也给你补贴。可是你如果一个人开车进来的话，你还要缴一点点费用。利用这样子的方式。不过我的建议是这样：产业合作啊，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机制的话，它大概不晓得怎么去做哈。所以我这边建议就是说，我们的社区包括什么呢？园区、公司、学校，我们首先要做运距调查。那我们运距调查现在做的不好的原因，它没有办法普遍的来做调查。可是如果我们内湖这个区域呢，透过每一个产业园区也好，内科公司甚至学校都做了运距调查，他知道他每天几点要来，然后呢，他目前使用的运距是什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开车来？像有的家庭是因为要送小孩，他就送完小孩之后就开车来到上班的地方啊。所以你如果把这个需求调查非常清楚之后，我们就进行大数据的分析。老师，你讲这个需求的调查，什么单位要来做？我们透过一个 format， 一个很好的格式发给每个公司、园区来做调查。他调查完的时候呢，就把它回送到我们的云端去做大数据的分析。就把每一个公司的位置它的员工目前使用的运距的情况。但是呢，重点是在第三个，我们要建置一个预约管理的派遣平台。你没有这个平台的话，大家各自为政。所以他就不知道怎么样来去整合相关的需求的资料，然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些派遣的机制、共乘啊、共享的机制哈。那另外一个刚刚讲到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去分流哈？透过这个平台，我们内科的每个公司就可以合作运用时段分流上下班。那他就可以把尖峰时段的交通量呢，就可以把它分掉。那部分的员工呢，可以利用这个尖峰的时段视讯上班。那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视讯上班了，我们就把它持续下去哈，或者在家工作，那这样就可以分散一些尖峰时段的交通的需求。好，另外一个刚刚您讲到那个，我们怎么样透过这个快速的公车哈，那我们的主张是这样，比如说内科里面呢，我们现在正在推 DRTS 哈，就是需求反应式的交通车，透过我们社区里面内科里面社区员工里面。他如果从三重每天有多少人从三重要到内科来上班，我们就用这样子预约的方式提供快速公车的服务，点对点。但是呢，这个会影响到现在的公车的路线，我们就委托跟他相关的公车业者让他来经营，避免那个恶性竞争，它的可行性就会降低了。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就是需求导向。利用快速公车，它可以走快速道路，甚至高速公路，甚至呢，我也主张，说不定我们也可以考虑在松山车站可以看能不能到内湖呢，是不是有公车专用道建置的可能，让公车的速度能够变快，效率可以提高，这些都是我们将来可以去做的。是金老师，你的看法是安怎？其实头拄讲的拢是咱即马会当利用这个手机啊，会当利用咱当甲这个资讯送到咱消费者的身躯边嘿。所以其实咱会当甲这个算讲，什么人需要什么服务，咱会当互一寡较新的服务，会当伫咱市场里面产生吼。像即摆公车拢是固定路线，其实头拄讲的迄公车其实是按照你来订车，我再去甲你迄个路线去甲走出来安尼吼。去另外一个就是计价吼，其实咱公车拢是好，你讲标准拢是15块。不过我若会当有较好的服务，我会当付较侪钱来做这服务，就是有人来做嘛吼。所以我会感觉讲，即马
起路吼嘛是一个方法，不过我感觉起路是一个你长期来看，讲算讲对咱后尾发展来看，其实是无符合咱的发展的愿景的。嘿，咱若要做一个咱符合咱以后愿景的代志，我看就是捷运的建设，甲咱即马利用台湾上厉害的 U-Bike 系统，其实我感觉咱会当互一个台北市变成全世界上节碳嘿。上低碳城市，因为全世界无一个城市，你有这么方便的捷运系统，佮有这么方便的这个 U-Bike 的系统。是。咱有正好基础，咱应该就互甲这个基础好好啊发挥出来。即摆台北敢欠嘛，就欠一个种树啊，加去自行车道，这两件代志会当做出来。真正我甲你讲，我感觉台北市的真正是一个世界的城市里面最特殊的城市。是。啊，这个过程我就讲吼，这个过程咱就用科技。用这资讯的系统，甲大家需求用一寡较弹性的头拄有讲嘛你来讲较弹性的做法，就讲你人你会当来预约了，我再来安排车去载你，这个载你就会比客停车的费用较低，毋过我会当比这公车的服务较直接较弹性一寡。另外一个头拄有讲讲真正若真正讲。你的高速公路，即马真踏实无毋对吼。毋过真正你若高速公路伫个，算讲咱上下班的时阵，你会当有一个车道出来做公车的专用道。哦。我相信，就会当吼，互你的公共运输佫改善了较好。是。嘿。所以，其实迄阵阮做这代志的时阵，我会讲嘛政府会当做的，我尽量做。毋过剩的就是内底的企业。你愿意去配合无？配合就讲头拄有讲嘛你的员工敢愿意大家莫开遐济车入来，大家做伙坐比如讲咱3个人，你就坐一台车入来就好啊。还是讲你愿意甲时间用较分散的，莫遐集中。另外一个就讲，大家愿意真正大家来都坐公共运输，大家来为这个所在去。算讲牺牲一寡你的无方便，毋过会当改善你规个款的交通的环境。老师做一个选民来讲，你会感觉你望所看到的这个证件，就是讲参选人去想空想芳，甲企业来合作，讲要互因的员工愿意讲较无塞车来台北。那提出这款的办法，你做一个选民，你会感觉伊真正是咧做代志。选民是伫咧内湖甲款的南港地区的人嘛我相信因迄内底的人会希望是安尼。毋过你真正讲，就是你是因为大部分因伫遐上班的人嘛是足侪人嘛是拢住喺外口一班，伊会牺牲一寡无方便。所以其实讲一块算讲，其实方案拢有，只是咱要选什么方案，是一个长期咱5万的环境。这个短期的所在，咱会当用一寡算讲，会当用科技提供一寡较方便的方案出来。虽然毋是讲像开车较方便，毋过至少会当，互你这个过程会当互大家呢，对个交通的款的有一寡改善啦，对，我想大家应该是爱付出一寡。一寡这牺牲一寡，你本身开车的方便，来互这个所在会当变较好啦。是。中正官老师有咧讲，会当听最后咱来讲一个问题，就是讲，但是中伊的证件内底上大条的是讲要起一个通。家人河的这个通道为下骹过伊阁想一个办法克服这个港墘路甲瑞光路地下的这个问题。伊讲要起一个差不多是对家入来经过家人河。李老师，你感觉我感觉两位老师可能都无啥赞成这款的方式啊。若是这款方式的这个欠点，李老师甲咱解说一下。我觉得第一个要考虑工程的可行性了那工程的现在我们在环境的这个极端气候的影响之下，工程的可行性应该要去做完整的评估。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你如果过了这样子的工程如果完成之后，我们的配套管理的措施有哪些？如果让它交通增加的量更多了，那我们怎么样有做相关的配套管理，而不是只做了一条能够让它通，而是整个路网怎么样能够做比较平均的分配。
不管是在我们的交通量、时段跟区间，就空间上面的分配能够更均匀，这是我们改善交通最有效的方法。金老师，你安怎看这个通道？我感觉一条吼，你会当互内湖的人家己去投票去选啊。你开这个，我想开这个建设应该嘛是30-40亿嘛，吼，好30亿。你互内湖的人去选嘛，吼，讲我开始30-40亿，我开一条路入去内湖，恁敢不爱？开一条路就是加一条路的车辆入去嘛，吼，嘿，恁就去问。我感觉我感觉像恁即摆我是感觉恁台北市的市民啦。有这个水准去去做这个选择，所以其实真侪建设啊，恁无一定是咱算讲恁执政团队爱去讲，我感觉恁应该去问住爱遮的人，恁敢爱这个物件？真正因若爱，嘿，大家来做不要紧嘛吼。不过我相信台北市民应该袂选这个方案，因为原来即摆淡北道路嘛。淡水甲要一摆嘿，咱台北市要伫咧关渡一摆淡北道路，其实已经差，我看差20年啊。嘿，台北市就是要互淡北道路入来，所以我感觉台北有真好的一个捷运的系统伫咧遮，我感觉人民应该袂想讲，我搁要起足济路，搁愈济车辆就要来台北市。我相信台北市有。嘿，我讲吼，有捷运，有 U-Bike，好，我来当各家自行车道。